再来看花莲的倒溪山区，伫顶个月19号有台湾乌熊掉伫公寮的通报，这只乌熊后来嘛不幸过往。检验是发现讲乌熊年纪是真大咯，也毋过伫过往之前已经真久拢无食物件，嘛发现讲这只乌熊哦，其实是去食着流落来的农药中毒死亡的。外面内底走入去公寮，这只乌熊倒伫面床顶喘屁屁，规分师咧救紧，救援人员甲伊带离开，随做急救。不过，伫送去动物病院路里，也是不幸死亡。它的皮下脂肪跟肌肉量极少，体重只有60公斤。那经过检查，那个肠道的部分呢，它的后肠道是没有食物的。那又加上吃了农药哦，这就是聚乙醛，它是一个除瓜牛的农药，所以导致死亡。这个救乌熊的事件发生在顶个月19，花莲倒溪乡中央林道4.5公里的一个公寮，有人通报讲有一只乌熊走入去，即马检出乌熊无细日食着农药啊，还佫长期食袂饱，引起外界关注山区的食食敢是有够，还佫有农药的使用，敢是会威胁到动物。体型偏弱、偏小或者是生病的黑熊，在野外比较无法自行觅食野外的食物，所以它比较容易被人为的食物吸引而入侵。呼吁大家要妥适的把食物、饲料还有厨余收拾好。林业署强调讲，伫公寮的现场并无看到透露的药啊，附近山区的土地园是采有机耕作，嘛袂用农药啊，所以检拍这只乌熊走入去的这个公寮，并不是第一现场。因为伊是伫倒位食到农药啊，嘛真好推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